新闻的头一条，越南籍的移工违法的招合法的老袍，大家小招来组一团非法中介的集团，佮邀请到因共乡的网红拍影片，斗鼓吹擂做乌工。这个几大阵的越南的移工，竟然遮尔啊大胆，伫台湾为非三做，这当然是袂杀的。17个人拢总防逮捕归案。 用真紧的速度，甲人压掉火。这是跑掉了，劳动。大声话爱卖叮当，知影走无路，就乖乖互哭起来。跑老板！知影家己要互抓起来，就金美伫咧草包内底。原来因拢是越南一个非法移工，进前一个居留过期，佮踮伫咧台湾的移工，联络合法移工朋友，小招非法做临时工，分担厝税。最近佮做到外县市，同齐做伙做非法中人农工集团。啊，共乡要参加选美风球比赛，已经过来台湾20年的网络明星，嘛斗相共翕影片，鼓吹大家加入。你跟他拍，大家都有这边对不对？他们现在在采菜。用影片放送非法的工课，佮请到非法的头家来做临时演员，因的行为真好打。搜证调查后，将非法中介集团依违反就业服务法移请地方政府劳工局裁处。 为着大个月3万块，加上一阵人带做伙减少开销，这阵合法的移工才上康上芳做非法的工课。即马17个人拢互抓起来，依法侦办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